有博企員工懷疑資方故意安排例假重疊強制性假期，間接剝奪三公或者補假。勞工局表示冇發現類似問題。博彩企業員工協會就批評勞工局對事實欠缺了解。早前有博企員工向勞工局投訴，話周假俾公司刻意安排喺強制性假期當日。局方喺調查之後話冇發現有關情況。局長孫家雄回應話唔排除例假可能會咁啱撞正強制性假期，除非可以證實企業係特登安排嘅，否則就冇問題。如果係有啲咁嘅情況咧，就請有關嘅工友咧去我哋嗰度投訴，咁我哋會調查，咁到底係咪真係話一個好故意咁嘅情況？不過博彩企業員工協會總幹事譚寶容就指出，唔單止係有職工去過勞工局投訴，工會方面亦都曾經同勞工局同埋部分博企傾過有關問題。佢認為孫家雄嘅回應只係反映局長對事實欠缺了解，佢促請政府加強監管執法。勞工局嗰個回應咧，我哋覺得咧就話佢係對於一個事實嚟講咧係欠缺了解咯。咁佢存在嘅情況其實大家都清楚，咁亦都希望就話係政府部門方面咧係加緊去徹查咯。咁既然有員工反映，亦都有確實資料，咁其實政府係點樣喺監管啊執法方面咧係去加強個力度。佢希望當局切實解決問題，阻止博企變本加厲，剝奪員工嘅強制性假期。澳門電視台記者劉建瑩報道。